好，之後睇睇咧就科隆主場對住拜仁嘅賽事啦。科隆呢一場波有門將雲星啦，同埋前鋒咧普杜斯基咧倒戈雙向啊，亦都係咧就係本週咧就係最戲劇性嘅賽事之一。先見到紅色波衫咧科隆嘅攻勢啊，呢邊見到有新加盟嘅柏舒高啦，波蘭嘅國腳，接住咧就係劉華高域嘅一下咧頭槌二傳啊，咁大家鬥埋鬥歪咗，再嚟多次咯喎，長波送到上又如何先？靚波啊呢下！ 但係最終咧就巴斯杜巴呢下犯規咧，竟然球證就冇話紅牌驅逐呢個巴斯杜巴離場，佢淨係黃牌警告。留意呢下啦，嗱有出腳硬，亦都係最後一個守衞，100%係紅牌嚟嘅，但最終俾咗黃牌。巴斯杜巴相當之好彩啊！之後球推埋去亦都係冇用啊，射波咧就落華高域。但係叫落華高域射完球波之後咧，都仲係向呢邊啊球證施華爺咧咆哮緊嘅。 真係好不滿啊！見到咧就科隆一眾嘅球員，呢邊咧就拜仁嘅攻勢如何啊？哎呀，咁啊搞掂你咯喎！高美斯今屆聯賽第16球啦，接住咧就湯馬士梅拿嘅傳送，留意啦，梅拿兜大位，再接個長波埋嚟啦。嗱呢球波咧高美斯真係身體質素相當之係強壯啊！攝贏咗咧就穆罕默德個身位，係咁挨贏你，結果咧就快步左腳趟射搞掂你。 射破咗咧就係舊隊友雲星嘅十指關啦。當然呢一場波洛賓咧因為感冒關係咧缺陣嘅。而且列貝利雖然傷愈復出，但係都係暫列後備，唔緊要喎。仲有一隻鹹美治艾天托嘅靚波，43分鐘2-0添啦。冇計呢球波真係太靚啦，得一條斯加路係有機會入嘅啫，就真係俾佢咧射穿咗。見到雲星爭少少又可以救走呢球波啊！ 鹹美治艾天托一係唔入，入親都係靚波嚟嘅。嗱，其實摸到少少波皮叫雲星，失兩球波都唔關雲星事啦。要喺拜仁呢嗰個發揮係麻麻地，咁但係嚟到科隆咧，照計壓力就冇喺咧就拜仁嘅時間咁大嘅。之後叫呢邊咧高美斯射埋又過唔到基洛美啦，然之後奧圖再閃埋又過唔到雲星，最終吹罰咗個進攻犯規添啊！爭啲臨完上半場前一刻啊，可以咧整夠3彈添啊！但係好嘢啊！第一下見到一隻基洛美啊，成功咧救走咗高美斯嘅射波。第二下就雲星救到呢隻奧圖嘅射門啊！上半場係2-0，睇到形勢好似冇得打咁樣，但係到下半場方面咧，真係戲劇性嘅發展啦！我先嚟一下就王子普杜斯基先啊，個草式嘅射波。 普魯斯基咧，自從成為咗球隊嘅新任正隊長之後啊，結冬後咧暫時入咗3球波啦，已經。今屆都累積咗7個聯賽入球啦，係佢咧就近5個球季嘅新高嚟嘅。即係近幾屆個入球數字都麻麻地嘅啫。好啦，另一次，好嘢呢球波，咁窄角度都能夠咧趟射得手，入波就年青人啊，奇文斯入波，54分鐘。佢呢邊咧就科隆嘅教練啊，法蘭舒希法。 嗱，先抵讚咧就艾治拿呢球波，一個好靚嘅直線上嚟，然之後就奇文斯啊推深少少，雖然角度咧就好窄嘅，但係都揾到一條咧斯加路咧成功咧就係趟射搞掂啦。哇！俾人追翻球之後咧，又叫呢邊拿寶又嚟咯喎，執翻個直線先啦，艾天托撈翻轉頭後想接應湯馬士梅拿嘅趟射，嗱唔錯，其實呢下咧就係三角嘅組織。 見到佢哋嘅教頭咧，雲高爾喺度。哇！今次又見到科隆有試嚟過，怒射埋去係省眾人嘅，基洛美再 set， 然之後穆罕默德撈翻埋遠處先，柏舒高再撈翻橫，最終戰端之間就落華高域頭槌破網啦，2-2啊，連追2粒啦喎。不過呢球波有少少咧就雙確嘅地方啊，留意呢一下，基洛美一 set 上嚟咧，穆罕默德係越咗位在先嘅。 但係當時旁證冇舉到旗啊，叫做今次咧科隆着數翻次先啦。跟住上半場咧巴斯杜巴唔使咧食紅牌，就當時就係拜仁着數啊。2-2，重新嚟過呢一場波。其實對上4次嘅對碰方面啦，科隆對住拜仁慕尼黑嘅賽事係1勝3和不敗嘅。今次咧就門將大腳，然之後中間馬杜舒克再頭槌傳 set 比咧就落華高域單刀3-2。 犀利真係，科隆竟然可以落後2球之下連追3粒，入波又係佢啊，落華高域，今屆第7球波啦。
好簡單嘅攻勢嘅啫。當時就門將雲星嘅大腳，中間就馬杜舒克嘅頭槌二傳 set 上嚟就肯定冇越位啦，爭幾個身位添啊！咁當然咧就係樂華高亦都咧就好醒神啦嚇，啱啱斜級埋嚟就攝贏翻隻巴斯杜巴嘅身位先，巴斯杜巴唔敢搞你㗎啦，一踢嘅話就一定係紅牌呢啲波。竟然咁都會落後翻轉頭啊！真係估你唔到啊！相信拜仁嘅球員啦、球迷同埋教頭咧都係估你唔到嘅。之後見到馬里奧高美斯啦，揸一批嘅波埋去都幾靚㗎啦。啱啱啊傳邊出界，列貝利就後備入替嘅球員。好啦，陳傳執翻上嚟先，柏蘭積再呃埋冇用啊！柏蘭積本身正選係打防中㗎，之後換完人之後咧，佢就褪咗去咧就打個左閘嘅位置。今次仲有喎科隆，艾治拿咪打翻左閘，的確醒神好多呢場波啊！之前兩場艾治拿都要客串打中堅嘅，咁啊送個波埋爭啲位俾咧就普魯斯基可以頭槌搞掂，但係作埋去太過正啊！呢球波冇計，再嚟下場波先啦，普魯斯基哇靚啊！呢下二傳。但可惜最終咧，奇文斯竟然咧當咗自己咧就打緊欖球啊！一飛沖天啊，非常浪費嘅黃金機會，爭啲可以甩開到4-2添啦！咁真係見到科隆都幾多機會添啊，可以入到第4球。蘭力嘅大腳呢邊漏頂，好啦，有冇機會？普杜斯基靚啦啩呢球波，唔入都抵讚啊！真係抵讚呢球波。哇，高飛曲墜！但好嘢啊！對面門將咧卡夫特做翻一出嘅好戲先啦，但係最終咧拜仁都要咧就係反輸2-3俾科隆。之後睇下呢邊拿巴迪亞所帶領嘅史特加作客對住慕遜加柏啦，榜尾大戰。史特加暫時咧就喺賽前啊係排喺尾二位置，慕遜加柏係第尾嘅球隊。兩隊波賽前係同得16分嘅積分。先見到呢邊咧一下咧自由球嘅攻勢。留意啦，嚟自咧就係達安斯啊，但係都省中咗對面咧就係達斯嘅背脊。達安斯係射達斯，都係達安斯仍然都係咧球隊嘅精英隊長啊，慕遜加柏係正隊長。啊呢邊再踢橫先啦，哇靚喎，好靚嘅窩利啊！咁見到迪加馬高真係有啲卡士啊，呢個比利時國家隊嘅成員。上場波都係佢嘅一戰定江山啊，幫助咧就慕遜加柏1-0擊敗咗咧就凡克福嘅啫。呢下入嘅話咧就世界波嚟嘅咯。手榴彈如何先？解唔晒圍㗎，斯蘭斯回翻轉頭，最終咧就係萊斯嘅撞射啊！成個上半場又係冇得打㗎，完全都係主隊咧就慕遜加柏嘅天下。佢哋都係矢志希望咧敲響今屆嘅主場勝利之門啦。今屆德甲贏4場波，全部都係作客贏啊，反而主場不勝啊！右路角球如何先？哎呀，咁啊搞掂你啦！萊斯嘅角球爆炸頭丹迪嘅頭槌入波，29分鐘1-0啊，終於。我當時係形勢係相當之合理嘅戰果嚟嘅，因為一路咧就慕遜加柏都係壓住嚟打，呢下就丹迪都係冇人睇嘅。未斬角球之前咧，當時本身丹迪步咗喺禁區頂㗎嚇。第一個人靜悄悄咁樣就係移咗埋嚟咧，就中間完全冇人跟嘅。幾分鐘之後啦，2-0添啦。萊斯嘅橫傳，迪加馬高嘅輕鬆趟射空門搞掂你。31分鐘2-0。先嚟自咧就係艾迪素嘅直線啦，咁跟手咧叫萊斯轉身咧就將個波咬翻埋遠處，塌塌地啊唔緊要，仍然成功餵到俾迪加馬高。當時見到咧，斯特加嘅右後防強分刻明顯慢咗啊，就益晒艾迪素咧就係搶贏咗個波。咁所以其實斯特加成個上半場成條後防線方面咧，好似咧完全慌失失咁樣啊！光頭佬教練啦，叫呢邊咧放射啊，好振奮，贏緊2球，主場仲唔開齋？你問下一眾嘅小朋友，佢哋都會咁話，照計3分穩袋啦啩，但係仲有下半場要打喎。佢呢邊咧下力喺度啦，上個星期係空門中柱啊，咁啊成為咧就係俾人笑嘅對象。但係呢球波都有一個間接功勞啦，戰術之間咧就益晒隻普基尼克近處位置一抽搞掂你1-2。呢球波見到夏力咧，切個波埋嘅時候啊，省咗紐斯泰達改變咗方向啊！嗱，抵讚咧就普基尼克嗰個嘅反應啊，斜級埋嚟，咁成功咧就係攝贏咗對手2個球員。
好 happy 啊！呢邊咧就拿巴迪啊，真係要積極搶分護級㗎啦。然之後見到保卡送俾咧就係普基尼克打個好靚嘅後爭，又係保卡齊傳再送俾夏利，一立之下咧少少波勾嘅，但唔緊要。最終咧就咬腰射波，咁就搞掂你啦。2比2攀成平手啊！夏利嘅入球，咁都係呢球波叫普基尼克嘅後爭相當靚啊！夏利總算以一個入球啊，令到大家咧就係暫時忘記咗佢上個禮拜就係空門唔入嗰一下嘅慘況。今屆夏利聯賽第6球波，各項賽事第13球啦已經。奧地利國家隊成員啦，其實第一下推咧就攞得唔係好靚嘅，但好彩咧就唔算得話太過離身。好2比2重新嚟過啦。的確下半場都換入咗古斯文路域同埋新加盟嘅夏利啊，夏利就由多蒙特外借俾呢邊咧史特加嘅，亦都的確咧改善到球隊嘅中前場嘅組織能力。之後見到啦，慕遜加柏一下過球攻勢啦，後上接應艾迪蘇，好用啊，爭少少，再嚟個球，呢個球波如何先？伊維搞掂你㗎啦，伊維再度領先，但球證就吹罰咗咧攻方犯規，吹罰咗丹迪喎。留意啦，丹迪。後上咪話佢都侵犯門將咧，真係嗱。當時其實見到咧就烏列治咧少少猶豫啊，少少被動咗，但可能有輕微碰撞啦，最終都係吹罰咗咧，就係丹迪嘅衝門，爭啲可以梅開二度㗎啦。丹迪可有呢一場波嘅第一主角啊，第一男主角，因為入波又係佢啦，頭先炸烏係佢，輸12碼都係佢啊！呢下打橫咁樣拉埋嚟，就拉低咗咧，就係普基尼克。結果球證堅可飛，直指12碼點。留意呢下一出腳咧，亦都係擊低咗咧，就普基尼克嘅，勾中咗上下5寸附近嘅位置，冇計啦，仲要紅牌添啊！食晒全餐，結果呢邊一抽搞掂你啦！基夏特嘅操刀，87分鐘反超前3比2。故事發展同剛才睇過拜仁慕尼黑2比3反輸俾科隆嘅賽事一模一樣，最終慕遜加柏亦都係瞓唔着啦，領先2粒，竟然咧最終1分都攞唔到。